各位好，係我係輝 Sir。咁今日呢個視頻咧，我想教導大家咧，如果你話想認清楚自己個心腦血管有冇啲病理性嘅問題咧，教你一系列嘅檢測咁樣嘅。因為喺傳統嗰個醫學嗰度咧，懷疑自己有冇心腦血管病變咧，通常你走去檢測總膽固醇啊、三酸甘油酯啊、高低密度嗰個膽固醇咁樣嚇，呢個可以做檢測嘅。但係其實咧未必睇到你真實嗰個心腦血管病理性嘅真實狀況咁啊。而家喺現代嗰個流行醫學咧，其實有啲新嘅檢測咧，其實咧就可以睇到你個健康嗰個真實狀況。不過坦白講，而家喺香港咧，一般嘅政府醫療體系咧，呢類嘅檢測就少㗎，甚至乎你問佢有冇呢個檢測，可能啊嗰位主診醫生都未必答到你有。因為喺過往我哋都有啲客戶咧，嗰個總膽固醇咧其實係正常㗎，都係4點幾啊，唔超過5度咁樣嚇。但係佢哋都有啲叫做咧失血管嘅問題啊，要放支架啊，甚至乎有啲客戶咧係因為係心腦血管病變而過身嘅。但係佢哋檢測嘅數字咧全部係正常㗎。總膽固醇係正常，低密度係正常咁嚇。咁所以其實呢類嘅檢測咧，其實睇唔到你嗰個健康嗰個真實狀況咁樣嘅。而家喺現代嗰個流行醫學咧，如果想全方位睇到自己個心腦血管病理性嘅問題咧，係做邊一系列嘅檢測咧嚇。咁而家我就同大家講一講下。我之前所講個總膽固醇啊、三酸甘油酯啊、高密度同低密度你可以做檢測嘅。咁就係有啲新項目咧，就俾大家知道。第一個叫做咧 ApoA1 嗰個脂蛋白檢測。咁呢個指數越高咧，就可以令你個高密度膽固醇可以提升嘅。因為喺傳統嘅醫學啊，高密度可以回收低密度膽固醇噶嘛，就話嗰個咧心血管病理性嘅問題可以減少嘛嚇。咁所以呢個叫做 ApoA1 嘅脂蛋白係一個叫做好嘅脂蛋白咁樣嚇。好啦，而第二個檢測咧，嗰個就叫做咧 ApoB 嗰個脂蛋白檢測。如果呢個指數越高咧，你個低密度膽固醇咧就會越高咁樣嘅。咁低密度咧其實都唔係壞人嚟㗎，只不過話認證到 ApoB 高咧，你嘅低密度都會高咁解嘅啫嚇。好啦，另一個檢測咧，嗰個叫做 LP4A 呢個脂蛋白。LPA 脂蛋白越高咧，就係一個遺傳性嘅問題咁樣嘅。喺西方嘅醫學界咧，就話呢個冇得改變嘅，係遺傳個基因而造成呢個脂蛋白過高咁樣。因為呢個脂蛋白過高咧，佢誘發你嘅總膽固醇高咁樣嘅。咁其實咧係有得改變嘅，因為我哋過往有啲客戶咧都係呢個 LPA 脂蛋白高咧，咁咧我哋用翻我哋一系列嘅方案去可以減輕佢嗰個指數咁樣嘅。咁呢個 LPA 脂蛋白咧，另外有一個風險問題嘅。佢係其實個外形係似一種叫纖維蛋白嗰個物質嘅。咁纖維蛋白係咩咧？係一個凝血因子嚟嘅，同血小板咧都係從我哋身體製一個凝血嘅效益咁樣嘅。咁譬如我哋又話介損嗰陣時咧，就有啲凝血因子分泌咧，同我哋止血啦，就血小板啦。其實纖維蛋白咧就同步會出現咁樣嘅。但係你過多分泌呢個纖維蛋白同血小板咧會點咧？好容易製造呢個血栓因子嘅問題咁樣嘅。咁所以呢個 LPA 如果指數越高咧，唔單止話遺傳性嘅問題啊，其實你產生個凝血塊個風險都會高咁樣嘅。咁所以呢個檢測咧都比較重要啲咁樣。好啦，再落去啊，咁呢個檢測咧就喺香港就少啲咁樣嘅，反而喺國內就多嘅。嗰個叫做咧小果粒低密度脂蛋白，簡稱嗰個叫做 SDLDL 咁樣嚇。咁呢個喺邊度嚟咧？其實一般嚟講咧，低密度膽固醇咧就唔係壞人嚟嘅。咁好多人就當佢壞人咁樣嚇。低密度膽固醇咧，其實係一個修補因子嘅。當你血管有受損啊，身體有炎症嗰陣時咧，佢其實咧身體會分泌出嚟咧，就同我哋做一個細胞修補。同埋低密度膽固醇咧，亦都係我哋內分泌一個好重要嘅營養素嘅。咁我哋身體個荷爾蒙啊、雄激素啊，或者我哋個輔酶超受啊、血清素啊、腦神經元咧，其實就靠呢個低密度膽固醇嚟營養佢咁樣嘅。只不過呢個低密度膽固醇咧，原來再有細分嘅。佢再細分嗰時有一個叫做小果粒低密度膽固醇，簡稱就叫做 SDLDL 咁樣嚇。而家出事咧就有呢個問題啊，因為 SDLDL 呢個小果粒低密度膽固醇咧喺個血液嗰度可以逗留咧係4至5天嘅，同埋太細粒啊，好似滲入我哋個血管內皮嗰度咧，而形成一個叫做咧血管堆積嘅氧化物咁樣嘅。咁所以呢個檢測咧就比較重要啲咁樣。咁所以大家記緊喎。低密度膽固醇咧唔係壞人嚟個，只不過佢下面有個細分咧，就係嗰個小果粒低密度膽固醇咧先有問題嘅啫，嗰個就係 SDLDL。好啦，再落去啊，如果呢個小果粒低密度膽固醇咧氧化咗之後咧就高危嘅，佢先形成一個叫做血栓因子啊，產生血塊啊、斑塊啊而堵塞血管嘅。咁呢個有個檢測嘅，咁佢英文簡稱咧就叫做 OSLDL，叫做氧化型嘅小果粒低密度膽固醇。
咁坦白講，咁呢個咧就係大部分嘅診所或者醫院係冇咁樣㗎，甚至乎頭先所講嗰個叫做少個粒低密度膽固醇啊，嗰、個叫做 SD-LDL 啊，你問一般嗰啲診所啊或者係化驗所啊，佢可能都唔知你講呢種嘅化驗啊，大部分咧可能咧就唔清晰呢種嘅化驗檢測，你問有啲西醫都未必識答你咁樣。咁啊，如果你只係香港嚟講，只係有間診所係有呢個 SD-LDL 同埋嗰個 OS-LDL 檢測嘅啫，兩個都有。不過檢測費用就好貴啦，單一項咧就差唔多要成3000蚊，如果兩個單項檢測咧都要6000蚊咁樣。嗱，只不過喺國內咧，頭先所講嗰個一系列啊，頭先講 ApoA1 啊、ApoB 嗰個咧，甚至乎嗰個 LP4A 嗰個，國內有得做嘅，係好平嘅啫。同埋嗰個叫做 SD-LDL 嗰個小顆粒低密度膽固醇都有得驗嘅。喺國內咧，呢個 SD-LDL 咧只係幾十蚊嘅化驗檢測，咁咧就喺香港就成3000蚊啦，即係差天共地啊！咁啊，其實喺國內咧呢啲嗰個檢測咧嘅普及性咧就多過香港嘅，而且就比較前瞻性。咁啊，香港咧喺呢方面就好落後啦。咁啊就但係而家話嗰個 OS-LDL 呢個咧叫做氧化型小顆粒咧。喺深圳嗰度咧，我哋暫時咧就揾唔到邊間診所有咁樣嚇。咁唯獨是香港有間化驗所係有呢個檢測嘅，不過都比較貴咁啊。頭先所講就3000蚊咁樣嚇。咁但係呢個就好重要喎，因為就算你頭先所講嗰個 SD-LDL 高都好啊，可能咧佢未到氧化咧都唔係咁危險嘅。咁啊，但係如果你氧化咗咧，嗰個指數越高咧，即係話你個血管咧已經有啲斑塊嘅堆積喺度嘅。咁所以呢個指數就反而仲要檢測就比較好啲咁樣嚇。好啦，再落去嘅檢測咧，就係睇你身體究竟有冇炎症啦。咁啊，正如我所講啦，你嗰個小顆粒低密度係發緊炎，氧化咗之後先形成一個叫做氧化型嗰個小顆粒嘅啫。身體冇炎症咧，其實就算稍為高都好啊，都唔係咁大問題嘅。咁啊，驗炎症嘅項目咧，就驗一個叫做高敏型嘅 C 反應蛋白。高敏型嘅 C 反應蛋白咧，就標靶性咧，就睇你心血管有冇發炎咁樣嘅。咁啊，呢個第一個檢測。而第二個檢測咧，叫做酮型半胱氨酸嘅檢測。酮型半胱氨酸指數越高咧，又係心血管發緊炎嘅。但係呢個唔難處理嘅。酮型半胱氨酸咧，就係因為你維生素 B 嗰度服用得唔夠啊。只要你平時日常生活你服用多嘅 B1、B6 啊、B12啊或者葉酸咧，可以將呢個酮型半胱氨酸代謝去嘅。相對嚟講咧，如果你話酮型半胱氨酸過高咧，即係你維生素 B 嗰個吸收性就唔夠咁解嘅啫。好啦。咁如果我建議話，如果你真係想全方位再睇個心血管有冇啲病理性咧，喺國內檢測就平啲嘅。咁你可以做埋一個咧，就係頸動脈嗰個超聲波個檢測咁樣嚇，睇下有冇啲斑塊咁樣。因為如果頸動脈有斑塊咧，即係某個程度可能你冠狀動脈或多或少都可能有個比例性咧，有啲斑塊存在嘅。個頸動脈嗰個斑塊，因為有個問題嘅，如果啲斑塊咧去鈣化咗，生鏽剝落咧，形成一個叫血栓因子啊。上到你大腦可能有塊腦中風問題嘅。咁頸動脈嘅斑塊點嚟咧？一樣嘅啫，就係頭先所講嘅小顆粒低密度氧化咗之後咧，形成一個氧化型嘅小顆粒低密度而形成呢個斑塊咁樣嘅。咁可以佢就話咧，我都建議話做埋呢個頸動脈嘅超聲波檢測就比較全方位咁樣嚇。以上嘅檢測咧可以真實咧睇到你心血管嗰個健康狀況咁樣嚇。正如我之前所講嚇。唔係話總膽固醇低就一定話冇病理性嘅問題，其實就睇我哋血管咧有冇發緊炎嘅啫。咁呢系列嘅指數咧就可以睇到我哋身體有冇炎症而誘發嗰個心腦血管病理性嘅問題咁樣嚇。另外都提一提嘅，頭先所講嗰個OS-LDL 小顆粒低密度脂蛋白嗰個檢測咧，咁啊香港化驗所係有間有啊，咁啊但係咧呢個公開視頻咧我就唔講邊一間啦。如果有需要嘅，你可以私底下聯絡我哋營康社，我話想知道邊一間可以驗到呢個氧化型嘅小顆粒低密度脂蛋白咁樣。咁我哋營康社其實有一個叫做營養學 WhatsApp 教室群組嘅。如果你對健康有啲追求，想知多啲健康嘅知識或者護理嘅知識嘅，咁我都鼓勵大家可以加入我哋呢個營養學教室群組。咁日常生活咧，我哋會講好多護理嘅知識。或者對外有啲健康嘅講座咧，咁有啲群組成員唔得閒參加咧，我哋都發佈喺群組度俾大家一個重溫咁樣嘅。咁喺呢個視頻咧，我哋下低有個連結，你通過呢個連結就可以加入我哋一個營養學教室 WhatsApp 群組噶啦。好啦，今日嘅視頻咧就去到呢度，咁啊多謝大家嘅收睇咁樣嚇。